去看一下你们的，你也来了。你们的花椰菜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好漂亮哦！不错不错。那个等一下我们吃，等一下我们要吃，看对早餐嘛，当早餐。有另外的，还有另外一颗，对啊，还有另外一颗，比较小一点。可是我觉得这颗好美哦。我看哦，对，哦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好漂亮。这颗真的很不错吧？对啊，很不错。哦，我觉得它前面的那颗好像是有一点比较老了。对，这个比较老一点，但是这个好美哦。对，还有你的高丽菜。高丽菜，高丽菜要摘吗？对啊。好，把那个尾巴。对对对。来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拔起，拔起来了。我感觉它断的。对对对，你就是把它拔起来就好了。哦，然后你，这样是这样帮你吃。然后你要把，我们去通宵买的米。快跌倒啊！来，主播，快速把它剥掉，从底部剥开。对，从最下面，从最下面。剥到底，剥到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来拔一下这个，很大，拔不起来吗？来，要我帮忙吗？来，剪得掉吗？你吃完了？哇！还有，真好大！意大利买的种子，啊，你买的种子啊？对，我在意大利买的种子。哇塞，我以为它不会长哎，结果它长得好，它长得很照顾了。对，照顾得好。都是马西摩跟金辉照顾。没有，都是马西蒙在，马西摩照顾，哇，这个真的好美。有，好大，好厉害哦！好亮，真的，你们家的真的 Yes， 真美。漂亮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摘什么？番茄，番茄。 OK， 番茄。好，放上来。 OK， 哎呦，来，漂亮。大丰收，大丰收。哦，很不错。先看一下这个，再看一下你的色彩很漂亮。番茄莴苣，然后跟那青花笋，很不错。现在要做什么？对，我们要用这一颗啊来做今天的早餐。很不错吧？对，它叫罗马花椰菜嘛，花椰菜。宝塔花椰菜。那边。OK，应该是欧洲。然后我们呢，我今天这个我打算就是我们做2种的吃法，一个啊就是直接切片，然后烤，就是烤蔬菜。然后剩下的那个碎碎的那个啊，我们会就是把它拌到烘蛋，做一个烘蛋，就是花椰菜烘蛋，然后给你烤。开始做吧。
粉， cheese 粉。早上叫你先吃东西。没有，酱菜吃的多，真的好吃。好了，Go。OK， 这个动作先拍完。好，进去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剩下的那个花椰菜啊，我们刚刚切下来的，剩下这个啊，我们要来做一个花椰菜的烘蛋。花椰菜的烘蛋呢，对，肥塔塔。然后肥塔塔这是昨天炒的那个马铃薯跟可以吃，就是马铃薯跟那个什么青葱。然后这个是红雀的火腿，加一点火腿。然后这个等一下切碎，炒一下放进去，然后鸡蛋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马铃薯的烘蛋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。OK。做那个肥塔塔烘蛋，那个奶油，鸡蛋，然后这个材料里面有那个马铃薯、花椰菜，然后火腿，还有青蒜，搅拌一下。好看。你的颜色好漂亮哦！美丽，漂亮。这个是这种餐厅的水准，美啊！这个早餐是多少钱？今天的早餐是宝塔花椰菜早餐。Buon appetito! Buon appetito!